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可以来自由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看见我们所有服侍的同工，他们在预备的过程里面，就用心摆上他们所服侍的。他们知道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你就看诗班就好，他们要在今天可以献诗，那表示过去他们昨天晚上甚至是前天，他们就乐意摆上时间。那摆上时间是怎么摆上？就是他们把那个时间分别为圣出来，从家出门的开始，我知道那就是敬拜的开始了，对不对？好，所以他们从家出门来到教会，大家集结在这里，然后透过指挥，透过诗琴带他们这样一次一次重复的练习，重复的练习，从不熟悉渐渐的熟悉以后今天可以在这里来服侍。我说我们所献上的就是这样一个全程的全然的服侍，那棒不棒？真的很棒哦。比如说今天早上你要来到教会，你昨天一定就知道你今天的行程，你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出来。今天早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床来做预备的进行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敬拜的开始，棒不棒？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要上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诗篇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描写，对不对？上行诗有没有？为什么是上行诗？是还没有到圣殿哦，他们在路上看到人，嘿，我们一起就唱诗歌敬拜了，那棒不棒？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分别为圣的不只是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而是从你心里想来到这里就开始了，那是圣灵引导感动你来参与在今天整个敬拜。所以你所献上的，神一定悦纳，因为凡来到神面前的，就是渴慕他的。若不是渴慕他，没有人愿意摆上这个时间，也不懂得摆上这个时间。所以既是蒙福的人，我们就领受更多的祝福回家，好不好？你跟隔壁说，今天有更棒的祝福要随着你回去来。好，那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要来宣告神的话语。一起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出于你而不然。你觉得在动物界里面有哪3种的动物是最爱干净的？猪。好，你怎么把我最后的那个答案都先抵了呢？我们先来说猫好了，好不好？OK。你知道吗？猫一闲下来就在那里养啊养，有没有？其实不是它皮肤痒哦，它的习惯就是很喜欢梳理它的毛。它一天至少梳理8次。来，我问在座的女性，你一天你梳理头发8次以上的举手。没有，你们都比猫还不干净。猫一天梳理8次以上，而且它在舔它的毛的时候会分泌一种物质来，这个物质可以杀菌呢。哇，上帝很恩待猫，对不对？哇，可以弄得漂漂亮亮的，还可以这样防毒。现在我们最需要的猫是最爱干净的一种。第2种呢是浣熊浣熊它很习惯洗手，对不对？很习惯玩水洗手它吃东西前、吃饭前跟吃饭后，它都会洗洗那些食物没吃完的，它也洗一洗有没有？你东西吃饭以前有洗手的，吃饭后也有洗手的，举手一下。吃饭后也有洗手的你们跟浣熊差不多了就叫你们浣熊好了哇很棒我们是吃饭以后有洗碗OK 好。第3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猪，对不对？有人这样研究就是我们在饲养的圈养的这样
动物当中，那个猪是最爱干净，而且是最聪明的哦。好，那猪它因为它没有这个什么汗腺，所以它习惯在打滚，在水里打滚，因为透过水里打滚可以降温嘛，哈。所以我们在也有这样的习惯呢。如果你发烧感冒的时候要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去洗澡，对不对？洗澡可以把你的身体降温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哦。猪就是这么厉害，好。但是呢，为什么猪我们会觉得它总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是不干净的？因为我们给它的环境呢，好，我们它的这一些排泄物，你如果没有整理的话，当然它还是在水里打滚，好，所以它喜欢打滚，它喜欢清凉。这是猪哦，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好不好？如果你看到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家房间怎么样，好像很乱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你的房间真的像什么？猪窝。那请妈妈你重新定义好不好？猪是很爱干净的，猪窝会不爱干净，是因为主人没有给它一个好的环境。所以呢，你重新买个工艺给女儿看看，她一定会料理得很好。啊，那我们也说，呀，你真的笨得像什么？这个都要重新定义了，因为猪就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们要骂人的话，你要重新想啊。如果除非你比猪还聪明好这是我们过去所的习性的习惯所留下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真的重新来了解。现在弟兄姐妹，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吗？你觉得你家干净很温馨吗？有没有人举手？等一下我就跟潘牧师直接去你家。这是一个习惯呐，这是一个习惯。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如果今天会离开家，今天晚上不会回到家住的话，那我们会有一个习惯，包括孩子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所有的垃圾、所有的东西都要归定位哈。因为我们很喜欢即便你去旅馆住觉得很舒服，但是回到家看到家很干净，就觉得我家比旅馆还棒。你住5星级的，我家就是6星级的；你住6星级的，我家就是7星级的。我们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感觉，很喜欢回到家，因为家是一个温暖的家哈。那你呢？我就想说，如果有朋友要来我家，我家要预备几分钟，因为我也曾经要去弟兄姐妹的家，他说牧师，我明天请假以后你再去。对，那你就可以思考，如果以你的家，你大概朋友要来，你需要几分钟打理好？我想过3分钟就可以。我们家3分钟就可以欢迎你来，意思说我们家随时都很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因为邋遢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那种感觉自我管理就表示说不是很好的，那也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因为你邋遢，你东西放哪里你都不晓得，你知道吗？潘牧师就很佩服我，他要找什么东西，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讲，在哪一个柜子的哪第几层左右上下，我都可以跟他说清清楚楚。他就是你都有记起来，习惯啦，因为都会习惯归定位嘛亚伦要回澳洲的时候，有跟牧师说，爸，如果有朋友要来看我们的家，你还是可以秀我的那个衣柜的但是你要记得1、2、3柜现在是空的，你不要一打开没有就没得秀了。我告诉你，第4柜最下层那个，我依然照我的习惯来摆置好，你可以秀给大家看。你知道他所有的衣服不是这样叠它是折好以后是这样立的叠。那立的叠有个好处，对不对？你要找衣服不会翻来翻去的，他直接看一抽就是他要的，这是他的技巧我都还没这样子，我这个孩子是像谁呀？但是这个好习惯，我觉得很棒。不管他住在这里，在澳洲，他在任何的地方，他都有这个习惯。他妹妹也学他了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现在共同生活共同互相彼此的扶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一个邋遢的人最大的损失是什么？就是人家只看重，哎呦，你是一个人很邋遢，他没有看到原来他的内在是很美的，他心肠是很棒的，只因为外在，人家就觉得他是一个乱的人，是一个邋遢人，那是不是很可惜？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邋遢的基督徒，人家只会看到你的邋遢，不会看到你的基督徒。你内心的信仰，人家不会在意到，是不是很可惜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你预备好，就跟牧师说，牧师，你只要打电话来3分钟，你就可以到我家，那就是表示，牧师今天的讲道你有听进去了，有活出来了，成为你生命当中极大的祝福阿们。你跟隔壁说，欢迎来我家，我家很干净来。欢迎来我家，我家很干净。然后你问隔壁，你说真的对，把家弄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个很棒的这合乎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只叫我们内在可以领受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让我们成为一个干净的人，所谓圣洁的人，而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外在，让我们成为最美的见证，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OK， 好，从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那耶稣知道他要离世，所以他为了他的门徒，为了跟随他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4章，整章都是耶稣成为大祭司来到神面前向神的祷告所以很棒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从14节就更清楚看到耶稣多么的爱他的门徒，多么的珍惜要跟随他的人。他跟天父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今天我要讲快一点，因为等一下就要开始生命更新营OK， 那道，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来赐给他们。你的道就是上帝的话咯上帝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我们说神用他的话来创造宇宙万物，我们也用话来跟人建立关系我们也有话来宣告我的信心是如何，我用话来定夺一个人在我的价值里面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我们都是用话来表达呢。那耶稣告诉我们，他已经将神的话赐给我们。那神的话怎么样赐给我们？有2个方式。第一个，我们称希腊文叫做 logos， 这是神的话记载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每人手一本圣经，你读的就是上帝的话。上帝借着默示这一些的跟随他的人的笔墨，让他能够留下来，成为神所默示的圣经，就叫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可以读这本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 logos 是记载下来的，是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透过读神的话来明白神的心意这个 logos 是对每一时代、每一处境、每一民族都一样，都带着影响力，带着祝福。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来认识这位神，因为神的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要夫妻要是一对的，是一夫一妻的，因信称义的，我们是要充满慈悲怜悯等等圣灵的果子的。这一些都是神教导我们的真理，而这一些的真理放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是可以接受，并且是带来祝福的。那另外一个神跟人的说话，那个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说那是 Rhema。 那 Rhema 的意思就是神特别拣选一个人，在他特别需要的时刻，要赋予他一个责任，或者对他的一个祝福、提醒、安慰，神就会透过圣灵给他圣灵的声音，
让他能够明白这是从神而来的话，帮助他在那个即时当中得着帮助，得着力量。这是 Rhema 所从神而来的。所以你看，这两个从神而来的话语，不同的方式，都呈现在你我现在追求这一份信仰当中，神对我们说话的呈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 Logos 比较重要，还是 Rhema 重要？以我自己的领受，我们应该着重在 Logos 神的话语。因为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语，从圣经来读，能够熟悉神的话语，你怎么可以去分辨从圣灵在你的脑海里面给你的 Rhema 呢？那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从恶者来的？从世界来的？从你自己来的？从你肉体来的？哇！在你脑海有的声音从哪里来的？怎么去分辨？那是从神而来的，就是因为你熟读神的话语 Logos。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不只是来到主面前，我们读圣经，还有一个神给我们的话语的，是特别给你的，你就是要静默在那里等候，神会给你。所以你每一次读圣经完以后，你都要跟主说：主啊，今天透过这一段话，你亲自要对我说什么？你借着圣灵要提醒我什么？这一段话有特别对我的，如果有特别对你的提醒，或者你的处境给你的一个指示的话，这是圣灵来的 Rhema 的声音， Rhema 的话语，那很棒哦。好，这是我们基督徒很棒的一件事情哦。因为耶稣知道我们是身处在一个悖逆黑暗的世代里面，所以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不断的洗涤我们，不断的调整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继续走在神喜悦的道上。所以他借着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这是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很重要可以看见的。然后耶稣谈到说，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暗昧的世界，这是特别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会提到世界的时候，那是表示是与神敌对的一个势力的总和。所以你看，在读到约翰福音书，你会看到世界你们要恨恶这个世界，有没有？你们要脱离这个世界，但是你们也要进入到这个世界。这是表示我们不受这世界所给予我们不是从神而来的意念或者生活的模式，这是我们必须要跟他有隔绝的哦。好，这是世界，我们看到世界的时候，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要来了解的。所以从此我们知道，在主耶稣为我们祷告的当中，我们就很明白，基督徒的价值观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天国的价值观，不是地上的价值观。好，我们的天国从神的话语真理教导我们的这一些处事为人，这些价值观，很多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不是事实？确定哦，这绝对是事实哦。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确实是被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处于我们没有办法苟同的一个大环境，这是基督徒我们会面对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说，为我们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世界一样。哇，在这里我们不属世界又不离开世界，哇，是不是很两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一点矛盾？我们不属他，但是我们又不能脱离他，我们还是要在这里，还是硬凹在这里吗？不，其实这有神特别的心意，有神特别的计划，有神特别的祝福，在凡被他所分别为圣拣选的人身上。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基督徒我们应该跟世界是保持这个距离的，我们不同流合污我们不取媚于世。但是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那一只大野兽，是极其恶的野兽，在四处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就是基督徒咯。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了解，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焦点从耶稣跟十字架的爱转移，那表示你已经被撒旦所引诱，离弃了这真道，你已经偏离了神的祝福的道路。那时候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来提醒自己，也彼此的提醒了。所以基督徒既不属世界，对于属世上的事情的看法认定，我们应该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阿们。一般的人想吃亏吗？一般不想吃亏，但是我们为了基督，为了别人，我们愿意吃一点亏，没关系。好我在神学院，一位教授常常告诉我说，告诉我们班上这些神学生说，你以后你们这些都将来要成为牧师的，我教导你们一个秘诀。什么叫牧师？牧师就是要叔叔啊呀。我听不懂什么叫做叔叔啊呀。他不断的会讲说，你们要成为神的牧者的神的仆人的，你们总是要知道要叔叔啊呀。听懂吗？书就是书嘛，对不对？一直书牧师嘛就是叔叔啊呀呢。牧师啊对啊，牧师嘛对。所以我去打球，他们说牧师我书不要紧对吧因为我本来就叫做书啊牧师好这有它的哲理的存在教导我们对我们凡事可以更多的忍耐，更多的谦卑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是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但是我们学习的是仆人式的领袖，这跟一般在社会上的领导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真理教导我们，透过真理，我们彼此互相帮扶，来成全神的祝福在我们永光教会。所以愿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不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如果有别人看见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跟我们一些的想法不太一样你要哈利路亚，你在他面前说也许是了，但是你心里要非常的喜悦翻腾的哈利路亚，我活出了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耶稣基督本就是被世人所唾弃的，不是吗？对呀。所以基督徒我们，你跟隔壁说，不用怕别人用不同的眼光看你来。所以我们要来礼拜不要把圣经藏起来，好不好？隔壁人说你要去哪里呀？没有，我要去散步而已等一下就回来了穿那么漂亮去散步对了我们就去散步而已。你要勇敢说，我就是基督徒，要不要跟我去教会？去教会是蒙福的，去教会是可以重新得力的，去教会可以得安息的，去教会可以放下一切的重担的。阿们，阿们吗？如果你有这样的确信的话，你就不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定义你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表示我们活出了属天的荣耀来，表示我们活出了天国的伦理来，是世人所不能认同，甚至是唾弃的。感谢主，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最棒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既然我们身处这世界，又不属这世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怎么达到呢？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说他求上帝用真理来使我们成圣，因为上帝的道就是真理。哇，很棒这个你的道，这个道就是 logos 上面第8节的你的道，那个是 rhema 这两个不同的希腊文的字在这里，刚好在这一段可以呈现出来好，那成圣就是什么意思？成圣就是神呼召一个他所要特别拣选的人，给他担负一些特别的任务使命，并且他会先来做装备的工作，就是调整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性格合乎上帝所使用。
调整以后，他就成为上帝所使用的，来执行上帝赋予他特别的任务，这叫做成圣。所以成圣不是说，我自己洁净自己就好了，不，你被洁净是有任务的。你这个碗盘洗完以后，你不是就把它放着，完全不用了，或者直接拿去丢掉，不会的，因为你下次要使用啊，甚至你洗完以后就马上要使用，不是吗？因为它是要被使用的，是被喜悦的。当然，神借着他的话分别我们，让我们可以成圣，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从事神所预备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与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对，我们一同在这里借着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因着神的话语不断执着在属天的道路上，那我们就同为成圣者，一起彼此扶持，来建立神给我们的基业。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哈。所以当我们越接受神的话语，越多，我们就会渐渐的跟这个世界越来越分别出来。当我们越有领受神的话语的奥秘的时候，那神他给予我们的真理的亮光，就会引导我们走在神所喜悦预备的道上，就不偏不倚的让我们喜喜乐乐的来享受神为我们一切的福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明白的。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被分别出来。所以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世界的。阿们。我们一起来说，靠主话语胜过世界。来，靠主话语胜过世界。对，最后我们来看到底神这样分别我们为圣以后，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他说：神啊，天父啊，你怎样差我来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去世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他公生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神，他是专一的来服侍神。神要他说什么，上个礼拜我们说，神要他说的他就说，神要他做的他就做，他是完全的顺服这会成为他指明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耶稣给我们一个完全顺服、完全专一服侍的一个榜样给我们，并且从这里我们知道吗？神差遣他，神就与他同在，与他同工，并且他接受差遣，领受使命，而且也领受从神一切的丰盛。那如今耶稣基督差遣我们，我们也同等的有这样的一个祝福，你知道吗？就是透过我们受差遣，领受使命，耶稣基督也把他从父所得的一切的能力、恩典、祝福都加添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就知道你成为服侍神的人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今天你在教会，不管你服侍什么，你总知道你是被呼召出来的。神给你这个地方，你愿意甘心顺服来学习，神就给你这地方这个部分的恩赐，叫你成为他荣耀的彰显，并且因为你的服事带来从神而来的能力、影响力、祝福，也透过我们不同恩赐的呈现，让教会成为神荣耀的身体。阿们。这是你我共同在这里一起来领受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能够知道我们本是已经在反映神的本相，所以我们要做世上盐、地上盐、世上光，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我们要把神他荣耀国度能够借着我们能够降临下来。所以我们祷告说什么样？在地如在天，这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得着的。所以这个让我们能够明白，其实神呼召我们，就开始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大使了，对不对？而我们成为天国的大使，
就是在地上来执行天国的任务。你跟隔壁说，你是天国的大使，在地上执行任务。来，你可以知道这一等的荣耀吗？我们就用我们国家的大使好了。一个国家，他会差遣他的大使去到别的国家，对不对？那去到别的国家，他们就会有一个原来这个国家的大使馆。那大使馆会插着哪一个国家的国旗？一定是本国的国旗嘛。那意味着什么？知道？如果我们国家我知道我们现在外邦这个外交还是很辛苦的哈。如果我们跟英国有建交，那我们在英国就会设立一个大使馆。现在的总统就派你去当英国的大使的话，那你了解吗？虽然你人身处在英国，住在英国，但是在那个地方，台湾的大使馆就是台湾，就是台湾。你可以在那里执行所有总统国家赋予你的使命、任务、权利。哇，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让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常常在电影上有看到嘛，对不对？哇，跑啊跑，为了要跑回去，跑去哪里？哪里可以护庇他？在美国或者英国的大使馆，对不对？他也许在中东遇到迫害呀、追杀啊，他就要想尽办法，就是要回到他的大使馆，因为那个是他们的国家，不是象征哦，是他们的国家的落地哦。所以今天我们是神国的大使，那你就要相信，你去到哪里，你就带着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告诉我们，你到哪里，神就在那里，神的国度就在那里，神的权柄就在那里运行，神会提供所有一切的资源，让你在那里活出他的荣耀，活出他的祝福。那这等权柄，基督徒你要吗？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是天国的大使，我去到哪里，我就带着这个权柄。我去到医院为人祝福祷告的时候，我就带着一个天国大使的权柄为病人祷告。我去为人赶鬼的时候，我就带着天国的大使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这些鬼。这就是我们执行从神给我们的一个权柄，很棒，很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清楚这一些事情，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更活出神所喜悦的。哇，今天牧师的题目叫什么？出淤泥而不染，对不对？然后呢，涤清涟而濯洗濯棚的濯对不起我第一堂也讲错了濯清涟而不妖。哇，这是我们所确定的哦。这是北宋哲学家周敦颐他的诗他的诗里面有这样，《爱莲说》里面有写到，他一生很爱莲花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55岁，他去到一个地方，他就开凿了一个莲花池，在那里种植莲花。然后每天呢，因为他是做官的嘛邀请他的朋友他的部属来那里喝茶聊天，跟他画莲花。哇，很棒的所以他说我独爱莲花，因为莲花虽然是在泥沼当中生长出来，但是它是不被污染的。即便你把它清洗过以后，它也不会显出它的娇艳来，它就是这么的让人家可以亲近的。哇，很棒哦。他说哇，那个菊花好像是隐士一样，牡丹好像是富贵者一样，但是莲花它就是一个正人君子般的哇，有高尚的品德这是他所爱的所以他在比喻说，我们人不管你处境怎么样，你还是可以摆脱处境，活出你高尚的品格来的，是可以的，一定有
好，我们不同流合污，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所以他表面在写莲花，但是他在说君子，并且在表达他自己的品德以及他自己的向往。而历史学家就说啊，对，这位周敦颐确实他的人格就是这样，值得大家来学习哦。好，所以很棒。我们看，我们也处在这个时代里面，好，现在不止人心惶惶，好大家都很害怕的情境当中，我们成为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这是我们神可以给我们有智慧来面对的。然后我们更相信，神不但要洗净我们的心，他也要洗净我们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他一切的祝福跟美好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人所喜悦的，成为人所典范的。所以，如果基督徒你常有神的话语光照你，你也照着神的话语来做的话，那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正人君子，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真的是君子最美的一个诠释喽，最佳的诠释，你认同吗？你可以认同吗？阿们，愿神帮助我们。好，你跟隔壁说，你看起来就是真正的正人君子，来。阿们，对，好，我们跟世界的观念绝对是不一样的哦。好，我们宁可亏损，好，我们宁可亏损，也愿意神的荣耀得以彰显。这就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神要我们出世分别为圣以后，神就要差遣我们入世，来为他做光做盐。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17章18到19节。再一次来。